台北市刑警大队抓到一个假影调解说甲人骗入几入间厝的一个诈欺案，有一名10年前因为诈欺红通缉姓翁的主嫌，桃园过程继续伫咧骗，甲人摕到这身份证、影印本、规则商业本票、借钱契约等等，含伊的共犯做伙骗。一个人假做是被害人，另外一个假做是借款人去申请调解，用厝甲土地抵押当作是和解条件，则摕这调解书去地政事务所，甲被害人的厝甲土地全部过户。目前初步了解，有6个人损失因的土地。警察装作外送员含工人，等姓翁的嫌犯一出现，就随过去甲围起来。这翁的嫌犯民国102年，就因为诈欺，互湘北的地检署发布通知，无想到伫10年外的桃园决定，伊竟然阁找其他共犯继续骗。初步清查已经有6个人受害，不法所得有几千万。这个诈骗集团是以赠送优惠券为由，向被害人榨取国民身份证影本以后，之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底下，伪造被害人的商业本票、借据等等。这样的嫌犯去通被害人的商业本票、借款契约这资料了后，会找共犯，加就是被害人和借款人假有债务纠纷到调解委员会。伫咧调解的时阵，双方是假讲好用厝地来赌债，结果摕核定的调解书去地检事务所，甲被害人名下的房地过户摕去抵押借款。诈欺通缉依法逮捕你这样的主嫌躯伫涂骹，警方接到通报了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搜证，抓到姓翁的主嫌，而且躯提共犯到案。地检署讲，调解书有法律的效力，应该加强地区调解委员会的身份查验。为什么他不需要印鉴证明、印鉴章，还有权状，他就可以过户呢？因为他利用了和解调解笔录、视同判决书，而且用这个和解笔录不需要提供印鉴证明。这个全部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调解的时候确认身份的时候没有确认好。规道的调解书和假的印鉴都是用来犯案的工具。警方甲嫌犯名下的不动产扣押，佮找到假的被害人商业本票，名额加起来有上亿。专案的只有涉嫌加重诈欺、伪造有假证券和伪造文书这罪嫌。以上代表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